台中有一个男性曾报案，讲伊家己互人抢走600多万，警方出动去到现场，所发现讲，这个男性雄解喙，讲伊家己是咧讲白贼。经过这个调查，才发现讲，原来伊是诈骗集团的过手人，因为加钱交予顶悬，煞无摕到空米箱，毋才会来报案。落尾这警方是甲抓起来，伊早起做上班。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赶到路口，加上侦察队，总共15个人。在暗时9点外，一名23岁姓黄的查甫人报案讲，伊伫咧台中5权路和柳川西路路口当场互抢走身躯顶600多万现金。警察到现场问过，听说拢讲袂清楚，先讲是买车现场交易，落尾佫讲含人有债务纠纷，最后也承认讲是伊乱报案的。 本分局于113年1月11日21时许有接获报称，民众遭抢现金有600余万元。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调阅监视器厘清，查证现场并无上街情事。 警方透明调监视器追查，也伫附近的水沟仔找到姓黄的查甫人，伊所拼掉的假证件、假文件，发现这个查甫人是一名诈骗集团的强犯，拄含台中一名姓肖的被害女性现场摕600万了后，交予伊的顶司，却因为对方无予伊抽空面相，甲伊钱全部摕去，家己真愤怒，才会报警察讲伊是互抢的。本案8人系假投资诈欺车手，在收取被害人诈骗款项后，遭上手骗走诈骗款项。 有关黄嫌涉嫌面交诈欺部分，本分局警讯完毕后，依现行犯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落尾甲一个姓黄的查甫人以现行犯涉嫌刑法诈欺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而且继续追查其他的强犯，也通知互人诈骗姓肖的女性到案说明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